这次比较不一样，因为今年在台南，前2次在参加的时候都是在外县市啊，刚好这次第3次在台南，所以会比较亢奋一点。会希望就是能在自己家乡打一个好成绩啊。有比过几次的全运会，然后第1次是在地主队，所以相对有地主优势，所以也很期待就是比赛的到来。这个112年的全国运动会，那这一次呢，一共有35种运动，包括5种这个我们的选办项目哈，那一共有48个场地，分布在5个县市。这些场地都是符合我们全国运动会举办的一个标准的场地，也都是国际上可以认同的一个场地啊。所以我们不怕困难，我们希望多办一些全国性、国际性的比赛，然后征集很多的经费投入在我们的场馆这个建设，还有人员的培训，让我们的人员都有这样承办一个全国性赛事的一个经验。我们台南市当然，我们身为一个承办的一个城市，我们对我们选手也有一些诱因，比如说我们的奖金，我们在6都里边原来是30万，那为了要提供给我们选手一个更好的一个诱因，我们提高到35万。那这35万就是在6都里边是最高的。其实奖金是其次，最主要就是我们台南市为了要对这些选手有一个好的保障。如果你代表我们台南市来争取到好的成绩，我们呢会特别来辅导他们留在我们家乡，来为我们的这个代表队来做服务。我们今年的办的活动，办了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的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更上一层楼。除了能够明年在巴黎奥运会，能够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家乡来争取荣誉以外，我们希望我们这些选手都不断的这个成长，把我们台南市的基层跟代表队的实力，然后厚植。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台南。2023民国112年全国运动会就在台南哦。我想今年台南好山好水，而且好吃的东西太多。明年2024年是台南400，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活动同时在台南举办，所以欢迎大家在10月21日到26日精彩的10月、光辉的10月来到台南参加全国运动会。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2023全运会，欢迎来台南，我们都准备好了。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0月12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台南市消防局第5救灾救护大队大湾分队旧厅舍兴建伫民国77年，建筑老旧，空间不够使用，因此市府开超过5000万的经费中起来改善消防同仁办公环境，伫今仔日正式启用。历经2冬外，台南市消防局第5救灾救护大队大湾分队迎来全新的办公厅舍。伫台南市长黄伟綽以及多位议员的见证之下，正式征才启用。2、1，请剪彩。新建厅舍位伫咧台南市永代华轮溜冰场边啊，占地超过1000平。该建筑有4层楼高，搭配着外墙的119消防标志，予消防同仁更舒适的办公环境，提升勤务运作效能。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出入动线很方便，而且对于将来他们执行任务或者说备勤的时候，都能够有最好的休息以及备勤。那所以我想说，在这边对于消防效率的提升，以及这个对于消防救护救灾，因为他们时间就是分秒必争的，所以说能够让他们出勤方便，
这是最重要的。在启用典礼当中，市长黄伟綽感谢市议会以及各界对兴建厅舍的支持，民间企业也捐赠办公设备，由消防局代表颁发感谢状表达感谢，希望予影响地区的民众上紧上好的服务。台南新闻收回采访报道。看好台南的观光商机，有业者开6000万，将老旧的旅店重新改造。经过一冬活，这间南都漫旅伫12号正式试营运。伫老底的路甲人西坐镇之下，位伫大菜市，嘛是台南市市中心的国华商圈，佮加了一间新的旅馆进驻。请用钱。台东漫旅正式开幕。充满50年代典雅流行的新旅馆，专新团队开6000万重新打造，一组15栋进驻以后，7层楼高27间的客房拢无共风格，建筑设计融合过去文青特色甲大菜市的历史背景，除了要让人客感受每一个角落的设计卡司，更希望让大家有包袱款款回到咱岛艺术。我为什么取名这个咱岛？就是阮阿嬷的话，咱大家来咱岛佚佗。所以我希望我们南都漫旅能够突破，也能够带来我刚才提到第一个概念，就是到台南来玩的人，来咱台南尊重咱岛佚佗。是因为本届新市场的 Hockey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区域重新擦亮。那我觉得。27个房间而已，我们的住房率我们是蛮看好的，然后因为其实才刚要开幕，我们已经订房订到月底了。新旅馆伫迎接台南400来进驻，市府包括副市长叶哲山、文化甲观光旅局长以及旅馆、旅行工会等各界贵宾拢到场见证，嘛期待台南旅馆新的成立军，伫台南历史核心进驻，肩负文化创意的使命感。未来这个店唔仅是讲经营这27间房间尔，其实伊嘅经营啥？伊嘅经营这个所在，这个历史核心区最重要的文化、历史加文创，所以这是这间饭店我期待一个使命。但是我觉得它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它的文创能量比每一间5星级300间房间的大饭店。投资业者已经并60档的无烟档产业，这回不止锁定国民旅游，嘛要有台南人的气票，期待配合政府政策，吸引国际人士的观光旅游。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奇美病院12号甲台南台钢猎鹰职业篮球队签署合作，将由病院提供球团甲职业篮球运动选手医疗照护以及全方位预防医学，成为因上坚强的医疗后盾。由财团法人奇美病院的院长林鸿龙，甲台湾钢铁集团的会长谢玉明，12号上午伫个奇美病院正式签署合作的备忘录。宣布奇美病院甲台钢猎鹰职业篮球队正式结名。运动医疗齐并行，深助球员成精英。他们的这个篮球队呢，那么是国内的精英劲旅，那么也是立足在我们台南市。那么我们有机会能够为职业篮球的队员来服务，来保障他们的健康。保障他们的这个运动能够不受伤害，那这个是我们医院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能够有机会跟台钢集团、跟谢会长来合作，那我们一定会支持，让运动员的健康受到很好的保障，避免运动伤害，能够幸福的运动。非常感谢奇美医院的医疗团队能够提供猎鹰的快速明确的一个医疗通道，让我们球员呢。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在球场取得更好的佳绩。在这里特别感谢奇美的医疗团队。那台钢是在地的企业，也希望能够做更多有益社会的活动，希望将来能够跟奇美医院呢有更多
服务社会的活动，那这是我衷心期盼的。基美病院过去甲职业棒球和台南的3级棒球队有长期的医疗合作关系，而即届甲台江猎鹰篮球队来合作，除了代表基美病院对着运动医疗向前来迈进，另外嘛希望透过全方位的医学辅助，强化运动选手的表现，加降低球员的运动伤害，避免球员过度的疲劳。有完善甲高规格医疗照护，球团未来嘛将争取更好的成绩来回馈，创造多赢的局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台南市民政局所开办的市民学院，一般印象拢是学兴趣，煞想袂到有校员学出美容的兴趣以后，家己搁进修，甚至成功创业，将原本家己伫南区做早顿的店面，改做科技美容中心，加上是中高龄的身份，相当难能可贵。做伙来了解。原本做早顿已经20档的头家娘欧秋珠，却因为民政局的市民学院开办了美容课程，互伊意外产生真大兴趣甲刺激，决心改行这条路，甚至反转人生。因为经过静心升级3个月严格演习甲训练，就来考出专业技术的学家证照。参加国际美学创意比赛，行动科技美容得名，佮进一步将伊原本传统的早餐店变成科技美容中心，采取预约制、工作春秋，嘛借此调养身体来服务好人客，让我能够很快的进入状况，操作科技美容的仪器，这样子我也能够顺利的拿到证照。那我现在从事这个科技美容，我可以觉得自己变年轻，然后也可以调养身体，那也可以帮客人做得美美的，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他经过专业的培训，那又透过生技公司的指导，那我觉得就是让我比较放心。那之后就是会继续推荐朋友来做。欧秋珠伫科技美容的辅助容易好操作，对家己的专业相当有信心，嘛成为静心升级对2016年辅导中高龄从事美容健康产业的课程第一位成功创业的，并促进在地创新的机会相当难得。我一直想说，我自己已经中高年龄了，我会手脚比较笨拙，没办法进入状况。所以呢，可是呢，我现在进入到静心生技公司，由王总监帮我指导之后，我现在呢能够很放心的帮客人实际操作科技的仪器，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可以帮客人服务到最好的时候。那科技美容就是说，在困难点的部分，就是说手技的部分很难突破，因为你要学按摩有困难。那现在我们用规划成那个科技美容，就是说使用就是说这个仪器来针对我们皮肤的纹路，好，还按照他们的纹路来做进行。那进行的当中呢，他们就觉得比较有兴趣，就是他们也不会乱做。那按照皮肤的纹路去做，那仪器也是同步的把产品这样子导入，那这样的效果会更好，而且对他们来讲又比较单纯，所以在操作上就会比较顺利，所以他们就蛮喜欢这种课程。一档一摆提供里面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的市民学院，以外互学员学出兴趣，甚至创业开店、再创事业的第二春，嘛互区长相当感佩。那透过这样不断的一个学习过程以后，得到一技之长，那自己又可以在外面创业。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整个市民学院举办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个案。该店伫10月1号正式开幕以后，除了服务好人客，大家好康到小报，嘛成为新人结婚登记户证以后，新娘免费体验科技美容保养的服务据点之一。今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咱先好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台南市一名40多岁女性，多年来受头痛困扰，在过度使用止痛药无效以后，转往病院神经科，后来经过药物治疗，佮加上肉毒杆菌素注射，即马毋免逐工食止痛药啊，也会当正常生活。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神经科的医师吴慕涵表示，偏头痛伫个神经科的门诊是正常看的头痛疾病。伫个台湾，大约每10个人都有一个有偏头痛，而且女性患者是男性的3倍。虽然大部分的患者只靠止痛药啊就能缓解，但如果是慢性的偏头痛，就必须要找神经科来治疗，或者考虑申请健保的肉毒杆菌素的注射疗法。目前肉毒杆菌素已经证实说是可以预防慢性的偏头痛。好，那美国是在2010年就已经通过可以治疗这个慢性偏头痛。那我们台湾是在2017年才有核准这个肉毒杆菌素来治疗慢性偏头痛这样子。那为什么肉毒杆菌素可以抑制这个头痛呢？主要是它可以抑制我们神经里面的一些会引发偏头痛的化学物质啦，包括这些CGRP 物质、脯氨酸等等这些。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肉毒杆菌的这个毒素，它去抑制我们这些神经的物质释放，去减少它的头痛的一个发生这样子。虽然目前有健保给付肉毒杆菌素治疗慢性的偏头痛，不过申请的过程还佫需要医师的处方、口服头痛的预防药物，搭配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加患者头痛的记录评估等。一旦通过，就应该安排3个月时打一解，至少半年的疗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市政古迹清代道士维固展示中心，伫台南市中西区的永和国小正式开幕。这是全国第一座结合历史维固、现地保留展示的校舍，未来将作为重要的教育景点。请问市长，您知道考古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发现历史，要记住历史。考古是发现历史，甲历史记录条。伫学生的导览之下，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一位议员共同参观这座历史维固展示中心。这些是清代比较常见的碗还有杯子。都是学校挖出来的。对，全部都是学校挖出来的。台南市中西区的永和国小新校舍内面，也阁保存着超过300档历史的遗址。这是清朝时期台湾的政权中心，并被道士维固。经过设计，成为全台湾第一间校舍现地保留历史维固并展示的校园。说到文化古都，你看掘地3尺有古迹啊，就是我们真的是挖地啊，盖校舍或是做公共工程啊，一挖底下就古迹，工程就要停止下来。过去学生只会当透过课本的相片识识历史，即马毋但会当亲自走访历史现场。未来永和国小也将成为文化古迹景点。欢迎所有台南市民及全国民众前来探访，一探永福国小的前世今生，以及台南400年光荣的文化精髓。该展示中心以找找生活当中的考古为主轴，打造为教学文字保存甲展示3合一的场所，让学生行入去校园。就进入历史现场，成为校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2023远见杂志将对县市整体以及营销竞争力调查成绩，台南市在地方财政面向得到第1名，比去年进步13名，显示台南伫财政的努力已经有成果。但是升价伫遐市以来，因为先天扣税条件限制，所以招募财源有限。不过市府积极推动出产，111年招商去民间投资超过100亿，112年顶半年累计已经达到75亿。伫所地方政府招商案件拼第一，并且多元创造财源来一步一步改善财政体制。因为推动重大建设甲福利政策，拢需要财政营收发展。即便财政状况在改善中，但是地方建设也不能少。但是现在又碰到了一些，包括全民健保
这个65岁以上全民健保费的补助，一年要花费28亿，还有军公教加薪，台南市的加薪4%，我们每年要增加20亿，中央只补助10亿，所以说我们每年要多支出10亿，还有消防队消防员，明年要增加187位消防员。我想说，我们还是勉力为之，也希望市民朋友，我们把一个工程，这个能够精算再精算，那打折再打折，也希望大家市民朋友一起配合，才能让建设顺利完成。外界拢讲黄市长是欠底，这款省就是好好评估每一项支出。9年以来，确保资源开得有价值，才有法度达成财政永续发展。嘛，互今年远见杂志调查县市永续竞争力当中，台南摕下财政面的第1名。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位伫高雄港白色的西林龙马将伫10月底结束营运，互专庭内游客拢表达毋甘。港府公司表示，欢游客把握时间做伙来甲西林龙马留念。位在高雄港边战恶库的拍照打卡地标白色旋转木马，陪伴了100万民众将近2000多个日子。因为设备厂商租约到期，加上必须进行全面检修，不得已只有浪漫退场，让还不知情的外地旅客感到惊讶，也直呼可惜。从香港来的，因为很少有看海的木马，晚一点再过来吧。现在还没营业。我从台中来的，对，我有问我的朋友，他推荐我来看一下，因为他说他快要拆掉了，可能也真的需要维修。因为我去看他官网，他说他也是希望让他们再重新整理过。看 IG 有人打卡，很漂亮，想说来拍照。对啊，我们今天来才知道。对，还好有来，不然会觉得很可惜。战略库旋转木马主要是因为租约到期，那厂商要移回它的原厂，所以才会在高雄跟大家说再见。游客只要来到高雄港边的战恶库，除了里面仓库群构成的文创基地外，最吸睛，同时也是最吸引亲子互动以及情侣朋友们，就属放置在仓库外，临近美丽海景，有着欧风古典、华丽风格的纯白色旋转木马，最受到来的游客青睐。战略库旋转木马陪伴高雄市民接近2000个日子，那即将把它旋转木马的最漂亮的身影，在10月底画下终点。那也邀请民众在中秋国庆能够来战略库，再来拍照，跟他好好的说再见。高雄港区土开公司表示，对旋转木马移除后的空间使用会审慎评估安排，继续保有战恶库的吸睛度外，目前也有在2楼打造全台首座历史建筑仓库旅宿战恶木居，住房设备同样比照饭店规格，应有尽有，样样不缺，非常适合短期旅宿游客以及亲子家庭的使用。其中房间内更主打眺望高雄港海湾美景，让旅客感受沉浸海滨夜晚而眠。其实战恶库以旋转木马比较让人知名。那接下来战恶库旋转木马离开之后，我们目前是规划战2木居，以一个仓库旅宿的方式，等于说睡在战2库里面，然后当做观光的一个起点。随着白色旋转木马即将在10月底退场，高雄港区土开公司也热情邀请曾与旋转木马有过互动回忆的游客大众再来一趟，跟曾经伴随过5年的旋转木马说声珍重再见。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